陳生，份文件呢？呢係詳情附表，請簽收。我要出去。陳生，你今日 OT 時長仲未夠。第37場，你翻嚟啦，快啲換衫！你就係個翻屋企發現唔對路嘅現代人啊！今日拍嘢係煲唔到湯啦，我受夠啦！我要真嘅屋企。陳生，合約寫明你抽中全方位細緻人生體驗1年期，違約要賠錢㗎。我知。軍人，你即係遠嘅某一個頂嘅價值。只要心境夠正，邊度都係馬爾代夫。唉，點解我唔知啊？咩啊？未見過人 OT 咩？唔該晒，聽唔使送啦，我出差。